阿姨叔叔，您是不是常常喉咙前老是咳不停，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喝了蜂蜜水也没改善，或是一喝蜂蜜水觉得舒服，但火气还是没消？如果您有这些困扰，今天这支影片一定要看到最后。根据卫福部最新调查显示，台湾60岁以上长辈中有近40%有失眠或慢性咳嗽困扰，很多人以为喝蜂蜜水就能解决，但其实单喝蜂蜜水效果真的很有限。我是陈医师，从事内科临床工作超过30年，在医院看过无数因为喉咙不适、失眠而来求诊的病患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秘诀，蜂蜜水加上这一物，效果竟然能放大10倍。别急着点开别的影片，因为我会在最后告诉大家，到底是加什么东西，让普通的蜂蜜水变成这么厉害的养生圣品，而且这个方法不用花大钱，家家户户厨房都有。但在揭晓答案之前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蜂蜜水单喝到底有什么作用？为什么很多人喝了觉得没效果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通知，接收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观看这个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输入1，如果没有，请输入0。说到蜂蜜水的功效，很多阿姨叔叔都知道它能润喉、安神、帮助睡眠，这是因为蜂蜜含有丰富的葡萄糖、果糖，还有各种维生素跟矿物质。我记得诊间有魏章阿妈住在板桥，今年72岁，她每天晚上睡前都会泡一杯蜂蜜水喝，喝了之后确实觉得喉咙比较舒服，不会那么前燥。这是因为蜂蜜有很好的保湿效果，就像帮我们的喉咙敷了一层天然的保护膜。蜂蜜里的葡萄糖跟果糖能够快速被身体吸收，提供能量给大脑，让我们比较容易放松入睡。而且蜂蜜还含有一些氨基酸，能帮助身体制造血清素，这就是为什么喝蜂蜜水会有安神的效果。另外，蜂蜜对消化也有帮助，它能促进肠胃蠕动，改善便秘的问题。很多长辈消化不良，适量喝蜂蜜水确实有好处。但是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个重点，单喝蜂蜜水对于火气大、严重失眠、顽固咳嗽这些问题效果其实是有限的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蜂蜜本身属于比较温和滋润的食材，它缺乏真正能够降火的成分。就像我们用温水洗脸，虽然舒服，但要真正清洁毛孔，还是需要配合适当的清洁用品。所以很多人开始寻找加料的方法，希望能让蜂蜜水的效果更好。讲到蜂蜜，很多人第一个想法就是天然的东西应该越多越好吧？这个想法其实是错误的。蜂蜜虽然是天然食品，但它毕竟含有大量的糖分，对于糖尿病患者、肥胖者或是血糖控制不稳定的人来说，喝太多蜂蜜水反而会让血糖升高，造成身体负担。我印象很深刻，有一位住在新庄的王叔叔，今年65岁，听说蜂蜜水对身体好，就开始每天早中晚各喝1大杯浓蜂蜜水。结果1个月后来检查，体重增加了3公斤，血糖也从原本的正常值飙高到糖尿病前期。这就是很典型的好东西吃太多的例子。王叔叔以为多喝一点会更健康，结果反而伤害了自己的身体。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，就是很多人以为蜂蜜水可以取代正餐，特别是一些想要减肥的阿姨，觉得蜂蜜水有甜味又有营养，就用它来代替早餐或晚餐。这样做不但营养不均衡，长期下来还会造成血糖不稳定。另外，蜂蜜水的温度也很重要。很多人习惯用热开水冲泡蜂蜜，觉得这样比较香甜，但是超过60度的热水会破坏蜂蜜里的酵素跟维生素，让营养价值大打折扣。
所以蜂蜜虽然好，但每天1杯就足够了。重点不是喝得多，而是要喝得对，喝得巧。那么要加什么才能真正让蜂蜜水事半功倍呢？答案马上揭晓。第一个要跟大家介绍的黄金搭配，就是大家都不陌生的柠檬。蜂蜜加柠檬，这是一个经典的组合。柠檬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跟柠檬酸，能够化痰润喉，还能帮助身体抗氧化。当蜂蜜的甜遇上柠檬的酸，不只是味道，层次更丰富，功效也会大大提升。我有一位患者住在中和的李叔叔，今年58岁，是个老烟枪。每到秋冬季节就开始咳嗽，痰特别多，晚上常常咳到睡不住。后来我建议他试试蜂蜜柠檬水，每天晚上喝1杯。结果不到1个礼拜，他就发现痰比较容易咳出来，喉咙也没那么前痒了。这是因为柠檬酸能够软化痰液，让它更容易排出，而蜂蜜则能润则喉咙，减少咳嗽的刺激感，两者相辅相成，效果自然比单喝蜂蜜水好很多。柠檬里的维生素 C 还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，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，帮助降低身体的发炎反应。这就是为什么喝蜂蜜柠檬水能够降火气的原因。不过，柠檬虽然好，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。柠檬的酸性很强，如果柠檬放太多或是空腹饮用，可能会刺激胃壁，造成胃酸过多。特别是本来就有胃溃疡或胃酸逆流的人，更要小心。另外，柠檬酸也会软化牙齿的珐琅质，如果经常喝很浓的柠檬水，可能会伤害牙齿。所以建议大家，蜂蜜柠檬水要适度稀释，而且喝完后最好漱个口。制作方法很简单，1杯温水加1茶匙蜂蜜，再挤半颗柠檬的汁，搅拌均匀就可以了。记住，水温不要超过60度，这样才能保留最多的营养。除了柠檬，还有另一种更温润的搭配选择，那就是姜。第二个要介绍的黄金搭配是姜蜂蜜。姜水在秋冬季节特别受欢迎，因为它不只能止咳化痰，还能暖胃驱寒。姜里面含有姜辣素，这个成分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帮助身体产热。当我们感到寒冷或是因为助凉而咳嗽时，1杯温热的蜂蜜姜水就像是给身体点了一把温暖的火，从里到外都暖和起来。我记得有一位住在淡水的陈阿姨，今年67岁，每到秋冬季节就特别容易感冒咳嗽。她的体质偏寒，手脚经常冰凉，晚上也因为咳嗽睡不安稳。后来我建议她每天晚餐后喝1杯蜂蜜姜水，坚持了1个月后，她告诉我咳嗽明显改善了，晚上也能睡得比较安稳。这是因为姜的温热性质能够温肺止咳，而蜂蜜则能中和。姜的辣味让整个饮品变得温润好喝。姜辣素还能刺激唾液跟胃液的分泌，帮助消化。这对很多消化功能较弱的长辈来说是很好的养生选择。蜂蜜姜水还有一个很棒的功效，就是能帮助入眠。姜能促进血液循环，让身体温暖放松。蜂蜜则能提供大脑所需的葡萄糖，帮助制造安眠的血清素。这2个作用结合起来，就能让我们更容易进入深层睡眠。不过，姜也不是人人都适合的，因为姜性质温热，如果本来就火气大、容易嘴破长痘痘的人，可能会让症状更严重。另外，有胃溃疡的患者也要小心，因为姜辣素可能会刺激胃壁。制作蜂蜜姜水的方法：取3到5片新鲜姜片，用温水冲泡5分钟，等水温降到60度以下，再加入1茶匙蜂蜜，搅拌均匀。如果觉得太辣，可以减少姜的用量。那么蜂蜜水要什么时候喝才最好呢？这个时机很重要。说到蜂蜜水的最佳饮用时机，很多人都有疑问，
一湿到底是早上喝好还是晚上喝好？其实不同时间喝有不同的效果。如果您想改善睡眠品质，建议在睡前1小时喝一杯温蜂蜜水。这个时间点很关键，太早喝效果不明显，太晚喝又可能会影响睡眠，因为需要起床上厕所。睡前1小时刚好能让身体慢慢吸收蜂蜜的营养，帮助放松入眠。如果您想清新口气，帮助消化，建议在早上餐后30分钟到1小时之间饮用。这时候胃里有食物打底，不会因为蜂蜜的甜度刺激胃酸分泌，而且餐后喝还能帮助消化，让一整天都有好精神。我有一位患者，住在板桥的刘阿姨，今年61岁，以前习惯空腹喝蜂蜜水，结果经常胃痛。后来我建议她改在早餐后喝淡蜂蜜柠檬水，不但胃痛的问题解决了，消化也变得更好，口气也清新了许多。关于饮用的分量，建议每天200到300毫升就足够了，大约是一个普通水杯的量。蜂蜜的用量控制在1茶匙到1汤匙之间，不要贪多。水温也很重要，很多长辈习惯喝热水，但是冲泡蜂蜜的水温最好控制在40到60度之间。太热会破坏蜂蜜的营养成分，太冷则不利于蜂蜜的溶解和吸收。如果要加柠檬或姜，建议先用温水冲泡姜片或挤柠檬汁，等水温是重了再加入蜂蜜，这样既能保留所有营养成分，味道也会比较均匀。还有一个小诀窍，就是选择合适的蜂蜜。市面上蜂蜜种类很多，建议选择纯天然、未经过度加工的蜂蜜。龙眼蜜比较温润，适合体质偏寒的人；槐花蜜比较清淡，适合火气大的人。但是，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喝蜂蜜水。接下来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。虽然蜂蜜水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很好的养生饮品，但有些特殊族群需要特别小心，甚至应该避免饮用。首先是糖尿病患者，蜂蜜虽然是天然糖分，但它的升糖指数并不低。对于需要严格控制血糖的糖尿病患者来说，即使是1小时蜂蜜，都可能让血糖波动。我记得有一位住在新店的黄阿妈，今年69岁，患有第2型糖尿病。她听邻居说蜂蜜水对身体好，就开始每天早晚各喝1杯。结果1个月后来复检，糖化血色素从原本控制良好的5%上升到8%，2%，血糖变得非常不稳定。后来我们详细分析她的饮食习惯，才发现问题出在那2杯蜂蜜水上。停止饮用后，配合原本的药物治疗，血糖才慢慢回到正常范围。第2个需要注意的族群是肾脏病患者，蜂蜜含有钾离子，对于需要限制钾摄取的肾脏病患者来说，可能会增加肾脏负担，特别是慢性肾脏病第4期以后的患者更需要谨慎。第3个是严重肥胖的人，蜂蜜的热量不低，1汤匙蜂蜜大约有60卡路里。如果本身就有体重控制问题，每天额外摄取这些糖分，可能会让减重更加困难。另外，1岁以下的婴儿绝对不能喝蜂蜜水，因为蜂蜜可能含有肉毒杆菌孢子，婴儿的肠道还没发育完全，无法对抗这种细菌，可能会引起严重的食物中毒。还有，如果您正在服用某些药物，特别是降血糖药物或抗凝血剂，在开始饮用蜂蜜水之前，最好先咨询您的主治医师，确认是否会有药物交互作用。我建议这些族群的朋友，如果真的想尝试蜂蜜水的好处，请先咨询专业医师的意见，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来调整饮用方式和分量。对于大部分身体健康的人来说，适量饮用蜂蜜水搭配柠檬或姜，确实有很多好处。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下，蜂蜜水搭配柠檬或姜到底能带来哪些实际的好处。
先说蜂蜜配柠檬的组合，这个搭配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有效降火气。柠檬的维生素 C 是天然的抗氧化剂，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，减少身体发炎反应。配合蜂蜜的润燥效果，对于经常熬夜、压力大而导致火气上升的现代人来说，是很好的日常保养。柠檬还能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，对皮肤有很好的保养效果。很多阿姨喝了蜂蜜柠檬水一段时间后，都发现皮肤变得比较水润有光泽。另外，柠檬酸能够帮助铁质的吸收，对于容易贫血的女性朋友来说是额外的好处。再来看蜂蜜配姜的组合，这个搭配特别适合体质偏寒、消化功能较弱的人，姜能够温胃止呕，对于经常感到恶心、食欲不振的长辈很有帮助。我有一位患者，住在三重的王阿姨，今年64岁，每到冬天就手脚冰冷，晚餐后还常常感到腹胀不舒服。我建议她每天晚餐后1小时喝一杯温蜂蜜姜水，坚持了2个月后，她告诉我，不止消化改善了，晚上也比较好入睡，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变好了。蜂蜜姜水还有一个特别的好处，就是能够缓解经痛姜的温热性质，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缓解子宫收缩引起的疼痛。对于还有月经的女性朋友来说，这是个很天然的舒缓方法。不过我必须强调，任何食疗都需要注意个体差异。有些人体质偏热，可能更适合蜂蜜柠檬水；有些人体质偏寒，蜂蜜姜水会是更好的选择。而且食疗的效果是温和渐进的，不像药物那么立竿见影，需要持续饮用一段时间才能感受到明显的改善。一般来说，坚持2到4周会开始有感觉，持续2到3个月，效果会比较稳定。最重要的是，必须注意饮用的分量、浓度和时机，这样才能真正发挥蜂蜜水的最大功效。经过今天详细的分享，相信大家对蜂蜜水的正确饮用方法有了更清楚的了解。让我们来做个重点整理。蜂蜜水单喝虽然有润喉安神的效果，但对于降火气、止咳、化痰的功效有限。加上柠檬或姜之后，效果确实能够大大提升，可以说是放大了10倍。柠檬蜂蜜水是和火气大，想要清热解毒的人；姜蜂蜜水是和体质偏寒、消化不良、容易咳嗽的人。记住几个关键原则：用温水冲泡，水温不超过60度，每天1杯就足够，不要空腹饮用。糖尿病、肾脏病患者要先咨询医师。最佳饮用时机是餐后30分钟到1小时，或是睡前1小时，坚持饮用2到3个月，才能感受到稳定的效果。如果您觉得这支影片对您有帮助，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请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，让更多人知道这个简单又有效的养生方法。最后要提醒大家，今天分享的内容仅供一般健康资讯参考，无法替代个人的医疗建议。如果您有特殊的健康状况，或是正在服用药物，建议您在尝试任何新的养生方法之前，都要先咨询专业医师的意见。祝福各位阿姨、叔叔都能喝得安心，少咳嗽，少火气，夜夜好眠。我们下次再见。